过去民间关富康巴士拢是起价起来是固定，直接用一笔经费来买车。不过这回却是25位市民3人前共同下愿集资来回馈帮助新疆朋友。对此嘛，和市长相当感动，亲自颁发感谢状和周梅香、林正丽主甲李水星3位代表表明温馨。南市的富康巴士现在有155户，那有的就是说开始要慢慢汰换，但是呢，从1月到5月，我各位富康巴士总共出勤了12万6千趟，12万6千桩，服务23万23万0900多人就是将近23万1千人。12万6千除155，那每一天大概要出勤20多趟，而且来说使用率很频繁、很高、很大，就是说这部车每天都要出勤20多趟，所以这车那魔术做大，所以加感谢我们真的谢谢庄美香女士，还有李瑞生先生，还有李庄丽珠小姐能够帮忙能够让我们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能够有最大的帮助。根据消委局表示，目前台南有155台富康巴士，敢若今年1月到5月的出勤12万6千桩，使用相当频繁，而且一旦超过年限就要汰换，所以民间持续关注对服务作息相当要紧。台南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